And I also have a message tonight for the incredible people of Greenland. We strongly support your right to determine your own future. And if you choose, we welcome you in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e need Greenland for national security and eve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we're working with everybody involved to try and get it. 格陵蘭 （Greenland） 係丹麥王國框架內嘅自治領地，亦都係世界上面積最大嘅島嶼，位於北美洲東北部，介乎北冰洋同大西洋之間，加拿大北極群島以東。成島大約80%嘅土地全年都被冰雪覆蓋，大部分地區位於北極圈內，氣候好凍，居民以因紐特人為主。2022年人口大約5.7萬，人口主要集中喺西南沿岸，首府兼最大城市係努克。喺史前時期，格陵蘭島已經有人類活動嘅痕跡，大約喺公元前2500年左右。最早嘅北極居民由北美洲入咗格陵蘭，佢哋以打海豹、馴鹿同捕魚為生，適應咗當地寒冷嘅環境。呢啲早期文化後來逐漸消失，又有新嘅族群陸續遷入。到咗大約公元13世紀，因紐特人嘅祖先圖勒人入咗格陵蘭，並逐漸成為島上嘅主要居民。佢哋發明咗皮蛙艇、狗拉雪橇等工具，擅長喺冰雪環境生活。因紐特人形成咗以家庭同部落為單位嘅社會結構，靠打獵同分享資源維持生活。呢段時期為格陵蘭後來嘅人口同文化基礎奠定咗重要基礎。大約喺10世紀末，嚟自冰島嘅維京人喺紅鬍子埃里克嘅帶領下到達格陵蘭，並喺島嘅西南部建立咗定居點。呢啲維京人主要從事畜牧業、飼養牛、羊等牲畜。同時亦都有打獵同做生意，佢哋同歐洲保持聯絡，用海象牙等物品換取生活必需品。喺接落嚟嘅幾百年入面，維京人喺格陵蘭逐漸形成咗比較穩定嘅社區，仲建立咗教堂，接受咗基督教。但係由14世紀開始，氣候變凍，資源減少，再加上同外界嘅聯絡中斷，搞到維京人嘅生活越嚟越困難。到咗15世紀左右，呢啲北歐殖民地逐漸衰落並最終消失，留低咗好多未解嘅歷史謎團。18世紀初，丹麥、挪威重新開始對格陵蘭的控制，並喺當地建立殖民據點。1721年，傳教士漢斯、艾格德到達格陵蘭，推動基督教傳播，都標誌住丹麥統治嘅開始。之後，丹麥政府逐漸加強對格陵蘭嘅管理，控制貿易，並影響當地經濟同生活方式。因紐特人嘅傳統生活受到衝擊，逐步轉向定居生活同商品交換。1814年丹麥同挪威分離之後，格陵蘭繼續由丹麥管轄。雖然呢段時期帶嚟教育、宗教同醫療等方面嘅改變，但都伴隨住文化衝突同不平等統治，為格陵蘭後來爭取自治同身份認同埋咗伏筆。格陵蘭嘅現代化同自治進程大致可以分為幾個重要階段。1953年，格陵蘭結束咗殖民地地位，正式成為丹麥王國嘅一部分。呢個標誌住佢喺法律地位上嘅一次重要變化。到咗1979年，格陵蘭獲得咗地方自治權，開始喺啲內部事務上自己作決定。呢個係自治發展嘅關鍵一步。2009年，格陵蘭嘅自治程度進一步擴大，成立咗自治政府。喺呢個階段，格陵蘭可以自己管理內政、司法、警察以及自然資源等事務，而外交同國防仍然由丹麥負責。整體嚟睇，格陵蘭喺逐步擴大自治權嘅過程中，慢慢走向更高程度嘅自我管理。格陵蘭人口大約只有5.6萬，人唔算多，其中大多數係因紐特人。喺經濟方面，格陵蘭嘅支柱產業主要係漁業，尤其係蝦同比目魚，係當地最重要嘅收入來源之一。不過，而家經濟仲喺好大程度上依賴丹麥提供嘅財政補貼。除此之外，格陵蘭仲擁有潛在嘅礦產同稀土資源，被認為有一定嘅發展空間。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想要格陵蘭，
主要係出於戰略同資源方面嘅考慮。首先，格陵蘭地理位置好重要，位於北極地區，喺軍事、防禦同航運上都有好高嘅戰略價值。美國可以藉此加強喺北極事務中嘅影響力。其次，格陵蘭擁有豐富嘅自然資源，例如礦產、稀土同潛在嘅能源資源，對美國嘅經濟同科技發展都有吸引力。再加上氣候變化導致北極冰層融化，航道同資源開發嘅可能性增加，使格陵蘭嘅地位更加重要。整體嚟睇，特朗普嘅諗法係從國家安全同長遠利益出發。